后来继续嘛是高雄的消息，高雄有一个独居的太太中风了后，申请长照机构指派到居家服务员到厝协助煮食等等的事项。不过今年的6月，这个居服员选用这位太太常常咧使用的钢杯来泡这个鸡水，这个太太是当做茶摕起来啉，结果食道发炎到胆，然后也是真无爽快。当事人讲，虽然长照机构有介入调查，而且有来甲回释咧，但是也未协调好势，就要甲转互其他的机构。伊讲安尼哦，伊无法度接受。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。76岁姓郑独居阿桑人中风，验过头壳也个真清楚。伫咧引导的水槽头前讲代志经过，长照机构派来现场的医护人员，竟然还去啉着鸡水，从送去病院治疗。这里面都是气，以后做了胃镜，这胃镜就是食道烧坏了。胃发炎了。住伫高雄做营姓郑阿桑，平常时也一个人生活。中风了后，透过1966安排长照机构指派县场的居家服务人员定期来引导协助。跟他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杯子是我喝水的，这个是那个碱。要洗菜，我要泡一下嘛，买回的菜泡一下。是民到今年6月2日，县场的医护人员在棚果准备餐点时，提醒郑阿桑平常时也啉水用的杯仔拿鸡水，不要挂坎内无加甲人提醒。落尾县郑阿桑啉水发现杯仔底有白色的粉，腹肚就开始伫咧无爽快，7月住院治疗几天，敢若是因为无细腻啉着鸡水，引起一切酸和食道发炎。我没有怀疑他。怎么样？事实上，县郑阿桑住院进程包括县场的医护人员、长照机构主任和保险公司人员拢亲身来引导解回事咧，嘛讲因会做改进。当然，他本身有习惯用盐水去洗水果，碱水去洗蔬菜。那服务员因为可能是听错，他是听成一律都用碱水洗水果、洗蔬菜。那泡好之后是忘记跟这个长辈告知。县场的医护人员强调，家己毋是挑故意的，不过县长阿桑的客查囝嘛是真无满意，两边阁继续敲看名啊，要如何赔偿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